东西前，然后上厕所后，然后抱小孩前，回家后，还有玩游戏后，把手淋湿，搓洗双手，搓洗至少20秒，用清水把手冲干净，从水冲水龙头，擦干手。现在是肠病毒好发的季节，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倡勤洗手，防范肠病毒。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肠病毒71型合并的重症，好发年龄是0到5岁，有80% 会并发手足口症。另外是有3大症状，第一个持续昏睡，第二个持续的呕吐，第三个基药型的一个抽搐。什么叫基药型的抽搐？好发于夜间睡觉的时候，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抖了一下，好几次，其实这个就可能是基药型的一个颤动。所以如果有以上的3大症状，请赶快就医。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肠病毒是社区常见的儿童传染病，随着夏天的脚步到来，正值肠病毒的好发季节，稍不注意可能会增加肠病毒传染的机会。因此，台南市政府也积极进行校园及社区宣导，提醒孩童及家长，预防肠病毒最好的方法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正确洗手，降低感染的机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这些年来台湾是有很多疾病，那当然戴口罩是最基本的，很多种疾病都可以预防。当然，勤洗手是预防肠病毒的不二法门之一。所以呢，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机会，透过教育体系，尤其肠病毒最常常侵袭的对象就是年幼的小朋友。所以呢，为了要保护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要让他们免于这个疾病的传染，所以戴口罩是第一个，勤洗手是最重要的哈。因此呢，很多疾病的预防都有共通之处，但是我们这次对于肠病毒洗手湿搓冲捧擦，还有这个勤洗手，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要诀。也希望把这个概念带来给我们的小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要诀，然后免除疾病的侵袭。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1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新北市的确诊个案2336，伫5月16号发病，18号确诊感染着新冠肺炎，而且伫2天内造成高雄市6个人被感染。经过追查，发现这名男子伫5月15号曾经来到台南市的安平食豆花，佮去中西区府前路一段食羊肉。台南市政府已经派人进行消毒，嘛公布已去过所在。住伫咧新北市新店区67岁男子，18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为案2336，伫2天内造成高雄市至少6人感染。经查发现，伊伫15日上午曾经到台南市安平同济豆花以及中西区府前路一段的昆羊肉用餐。台南市政府接获通报后，随即派员前往清消。市府卫生局呼吁东港以下时段有到这2间店的民众，爱踊跃筛检。5月14号早上11点到12点，到我们台南市的安平区的一个豆花店去用餐了哈。那在12点半到14点的时候，是到我们中西区府前路一段的一个羊肉店去用餐。所以上述地点已在昨天确实接到讯息之后，我们就先去清消完毕。那在我们这个足迹
正式之前，我们就已经清消完毕，也感谢我们我们的这个环保局的同仁晚上不眠不日的这个作业了哈。所以在此跟大家公告，这2个区哈有在5月14号上午11点到安平区哈这个豆花店跟12点半到4点在中西区府前路这个羊肉店哈。也请这样的有风险的这个我们的民众哈，如果自觉是有一些停留很久是可以到我们的筛检站到我们的筛检站社区筛检站去做筛检。为什么在昨日的记者会上无公布按2336组织？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当事人没有把这段足迹告诉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那我们台南市把这个足迹补起来了。那也谢谢媒体朋友们他的一个提供一个线索，所以让这个防疫没有破口，让那个清消有做及时，那这个部分是一个南北合作的一个成功的范例之一。台南市政府呼吁，若是上述时间有经过确诊者组织，请进行自我健康检测。若是有疑似症状，请立即联系台南市24点钟防疫专线0628801800。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积极推动城市外交，20号伫市长黄伟哲见证之下，由议长郭信良甲日本山口县议长柳居俊学用视讯的方式签署双方议会友好交流备忘录，成为台南县市议会合并以来第5个友好议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目前全国升到第3级的防疫警戒。不过，为了表达台南市议会对国际友好议会的尊重，20号下午由议长郭信良、甲副议长以及各农团的总召、书记长、甲议员代表，共同甲日本山口县的议会签署友好交流备忘录，场面简单隆重。去年的因为在日本的现在的国防部长岸信夫呢，包括我们的会长山口县的会长。来参访台南市议会，那受到我们议会非常热烈的欢迎呢，他们非常的高兴。回去呢就积极的促成2个会的缔结友好。那今天呢刚好5月20日，也是小英连任1周年的纪念日。那我们特别将这个外交的突破呢，再次呈现给我们的小英总统。虽然疫情这么严峻，但是我们外交也不能够中断。那今天在呢，包括各党团的总召，黄伟哲市长见证之下，副议长共同的完成这件历史性的一刻。那总共加起来已经5个议会和我们台南市议会缔结为联盟的交流协议的协议书签署完成。那希望借此呢，能够促进双方的友谊，也真的促成双方的交流。能够让台日友好的关系呢更进一步，也能够欢迎所有日本的乡亲来到台南这边游玩，增进观光。那有机会我们也带团过去互访。那明年呢，台日友好的议员呢将举行一个大的会议在台南市举办，那也在此欢迎日本所有的议员能够来参加这项的会议。那也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稳定。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这个对于山口县议会跟台南市议会缔结友好协定来观礼。我想说山口县跟台南市素来友好，又是山口县又是前首相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跟现任的这个防卫大臣岸信夫的故乡。那台南市最有历史的建筑之一。我们的林百货也是由山口县人来设计的，基于过去素来的传统友谊以及近来的关系，包括我们在去年制赠一些口罩跟防护衣、护目镜等等的防疫物资给山口县。山口县议会也通过这个支持台湾加入 WHO 的一个意见书。其实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而且友好的表示。我们特别谢谢。山口县议会以及特别感谢驻日本台北驻日本经营文化办事处的谢长廷大使，大家的撮合跟努力，也特别感谢我们郭信良议长对于促进2会之间的交流所做的贡献跟付出，
谢谢。那台南县议会的台南市议会的各位议员，大家都非常努力来做国民外交，这点是我们大家要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伫个视讯革命的会中，包括市长黄伟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会加藤英次所长，甲台南市台日文化友好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李退之，嘛拢专程出席来观礼。而日本方面嘛特别邀请咱国的驻日本的代表谢长廷担任签署仪式的见证人，依据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共同推动友好交流，并且以上大的努力协助两地各领域的稳定发展。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面对这波疫情，为了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谢，议员蔡洪全结合在地餐厅的总铺师捐赠安静米糕，为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希望大家支持医护人员，团结一心，做伙对抗疫情。面对这波疫情，全国进入第3级的警戒，进前传出北部有医疗寓所的人员订便当无人敢送。对此，台南市议员蔡洪全结合台南在地餐厅总铺师，赠送中英式手螺菜红金米糕，为医护人员来加油打气。520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那么同时也是医护日，那所以我们结合在地的餐厅企业，那刚好这段时间真的是疫情很严峻，那坦白讲，很多企业都想尽一己之力。那所以这次我们特别由这个旋转餐厅哈，我们3代100年的中坡师，我们施宗荣中坡师亲自这个也做着他的这个很有名的红鲟米糕，然后来送给这个医护人员哈，为他们加菜打气。那因为站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真的是最辛苦，那冒着这个风险最高的一个危险。那来为我们这个为我们全民的健康在努力，所以我们应该站出来一起的，不分各个行业都来挺他。那么我们今天特别去到成大医院，那今天是由我们林副院长还有我们的这个陈主任等医护人员一起来接受，那也会亲自的把这个我们在地企业的这个爱心。红鲟米糕一一的送给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们哈。议员蔡洪全表示，现在全国疫情升到3级，台南嘛开始出现确诊的个案。伫个艰难的时刻，大家应该更加体谅辛苦打拼的防疫甲医护人员，希望全民共同为防疫来努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市教育局所推出的高中式公办线顶学习课程，伫个5月20号的首报，总共吸引142万的浏览人次。这么高的次数，也显示出课程受到真大关注。应用各级学校停课，台南市教育局邀集75位专家教师，依照无同年纪、科目，提供台南市各中小学生伫 YouTube 平台上学习。22个课程总共累积142万的浏览，显示出课程的内容不只受到台南市13万名各中小学生的注目，也吸引真侪外县市网友的喜爱。为了让孩子呢那么停课但不停学，所以我们呢是率全国之先呢，在昨天正式这个上播哈，那么有75位专家教师呢，那么开了75门课。那昨天整体的流量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紧张，但是我们都在掌控当中。100多万人，总共有142万个人次上去。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流量管控的那个图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圆圈圈点呢，就是有上限的那个人数的一个量的一个图示。那可以说北部呢
比我们南部还多。可以说大家都很关注，而且都上线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老师的直播教学。那中部呢，是也不例外。那再来就是我们台南周边。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个准备，也能够分享呢，让全国的学生呢可以这个不停学。那这个我们可以说全力以赴。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昨天刚刚也谈到了，有142万的这个人次那个上去。那我们老师呢很卖力一直到我们播完了，那还是可以让孩子呢继续做复习。有的老师呢非常的精彩，已经有3万多的人次上去了看他的影片。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老师呢更卖力啊。另外，针对厝内无网络，也则是无上网设备的学生，市府教育局也结合3间电信业者，提供1700张的网卡，免费给小朋友使用。昨天我们跟中华远传、台湾之星等等几家都有申请这个网卡，所以总共昨天有来借的有108张，总共备了1700张总共昨天有一些透过老师家境比较需要帮忙的这个同学，他总共借了108张，我们备了1700张，所以都还有相当多的余裕。那这个部分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今天为止呢，借出有33校134张，所以事实上都还是够的。另外，我们有100个行动的4G 这个装置，那到今天有11项那么47支呢有借出，所以事实上还有一半。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实有规划我们整个配送的系统。我们由六大中心然后这个12所学校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转运站，所以总共有6大区，然后22校。所以每一个学校的学生如果有需要，无论是无线网卡或者是行动载具平板，就直接跟学校反映。那学校呢，有的可以借就借，不行他就讲区域中心呢来这个会调度给他。那如果不能用，没关系，马上再换一台新的。台南市公办线顶学习课程，活泼又搁趣味的内容，吸引民众的目光，也和小朋友会当停课不停学。台南新闻焦硕维采访报道。随着疫情紧张，真侪企业为了降低员工接触的风险，开始分做伫无共地点办公。到饭店业者将部分的房间改造成舒适的办公环境，提供需要异地上班来做使用。近来疫情渐渐升悬，各政府机关、企业单位陆续开始启动异地办公。台南香吉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提供上班族一个无受疫情影响、设备俱全的办公场所。异地上班的一个政策出来那我们饭店呢也因我们的商务客人的一个需要，那在饭店的客房这样子一个舒适的空间，那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房间可以容纳1至3个人的一个办公那每个房间我们都可以配置，例如说有矿泉水，那每个桌子的一个间距呢，在室内空间至少都有1.5公尺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那进出饭店也会由饭店的保安人员会进行客人的实联制，然后也会量体温，然后每个进出也都会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那确保我们的进出的客人都是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能够达到提着电脑只要轻松上工的一个环境。那这个方案呢，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那也陆续有接到一些企业的一个询问，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提供兴趣非常的高。办公室服务时间为早时8点到暗时6点。办公室除了拥有私人的专属空间以外，正座期间阁会当免费使用饭店提供健身房以及公共空间。饭店大型的规划，互来遮办公的民众有更较舒适的工作环境，伫工课休困时间，阁会当欣赏到5车饭店顶级的美丽风景。就是很棒，就是整个更升级，因为我们可以整个看到就是台南市的风景，然后就在5星级饭店里面工作这样，对，所以就是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因为现在疫情状况的比较不稳定因为星级饭店的管制也比较严格一点，那出入口的体温量测，让我们在这边办公也比较安心。那相对的提供的各种服务。跟如果说异地办公的话，这边的一些比如说无线网络或者是其他设施也比较完整。饭店提供客房方案以及会议室方案，针对无同的房型，
提供1日寄回的服务，提前为疫情上歹的打算做上好的准备。台南新闻张硕维、刘品言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份的天气，温度29度到31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5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